大家晚安。今仔真欢喜吼，就是受到美惠老师的邀请，会当来遮甲大家分享即个讲题安尼，嘛真多谢吼我的学长吼，就是其实即摆阮伫安宁照顾的即个领域吼，嘛是有真侪交流安尼，就是伊今仔愿意答应吼，阮两个拢是头拄仔接囡仔接了总过来的安尼，多谢伊帮我做一个开场甲介绍安尼其实我拄啊好顶礼拜吼，遮嘛有历史系吼办一个会议迄个时阵就是头拄啊学长介绍的迄个我的版本册店吼，嘛有伫边仔的文物馆，就是文物馆有做一个摆档安尼，甲大家介绍讲我是安怎办即个册局册局的代志，甲我读法律的代志，应该伫等一个分享内底吼，应该会去讲着安尼。今仔日嘛是真多谢吼，天气变寒，搁落雨吼，大家人阮来甲遮坐甲满满吼，对我来讲足支持。我头拄仔行过新公路要行过来的时阵，搁有人甲我拍招呼，其实阮无熟悉，也毋过伊甲我讲，虽然伊带囡仔伫遐咧佚佗，无法度别来吼，但是有看过我的文章，甲我加油安尼吼，所以行这安宁的路吼，会当想讲确实是无容易，但是我嘛感觉真幸福，真有福气吼，因为迄是一个人的代志，嘛是人生的代志所以我伫即条路吼，我拢无感觉讲我有偌辛苦，我其实拢是感觉讲我趁着偌济安尼趁伤济吼，感觉袂当家己排伫身躯顶吼，所以做一寡代志，单纯是咧感觉讲病人甲遮个家庭互我足济所以我应该嘛爱家己拖出去吼，搁加上讲遮嘛毋是我家己想着像学长讲的，我嘛毋是家己想来的吼，是每一个人用伊的人生真济故事甲无容易，甚至是伊的力量互我知影遮个代志若是我有一个方式，也是讲我有即个能力会当甲伊讲出来，安尼我就应该爱好好甲伊讲出来安尼，所以今仔日嘛会早足侪故事，互来甲大家做分享安尼。这就是头拄仔吼，就是介绍我的背景啦吼，我甲简单整理就是我医生吼，我是家庭医学科的医生即马大部分的时间是做安宁照顾搁有兼一寡迄落老人照顾的遮个部分安尼吼其他就是真济吼，就是对前辈咧学吼，所以伫学校教册伫医学会也是伫迄个主管机关吼做一寡委员吼来做学习安尼吼，这是我的背景。今仔日伫我正式开始进前吼，我想要先来感谢我的朋友吼，贵姓蔡先生，伊咧顶礼拜甲我联络讲吼，伊想要买3本册互我选。今仔日咱来分享的过程当中吼，若有机会吼，我会当甲即3本册吼，甲送出去安尼所以我想要先借，因为即摆卖册足困难的，大家知影吼，所以毋定会当读到我即个领域内底，我感觉真好的册，而且咱嘛会当买这册吼，支持即个出版社吼，支持卖册的人安尼所以我想要先借大家抱声，甲我的朋友吼说多声安尼。我嘛是爱讲是安怎我选即3本册吼，我选第一本册吼是咱的迄落中研院，就是中研院吼做语言的专家的老师吼，一个陈秋武教授吼因翁婿吼嘛是一位真重要的老师毋过伫年会到的时阵得到一个失智吼所以伊咧写伊即个照顾的故事，真感动吼我拢讲吼，咱是安怎爱来想即题吼，咱爱来分享即题，就是讲咱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未来的病人，咱每一个人嘛是未来的照顾者吼，所以咱先看、先知、先想吼，这一定是有帮助的。伊著写真济，我感觉真互人感动的即个照顾者的迄个心声甲伊的想法，伊安怎甲家己顾了好，而且伊嘛会当甲伊的翁婿顾了好安尼所以我互大家看一段伊的即个访问吼，因为即个问题吼，我感觉真济照顾者吼，伊会丢毒。我照顾我先生头2年还觉得游刃有余，后2年就越来越困难。那我当然就去跟我女儿商量，我女儿就立刻就同意了。
送他去，然后安排以后到那边安顿，那个护理长就跟我说，好，那你们就可以回去了。然后他们就把他带走了，他头都没有回耶。我们这样子，目送他过去的时候，我就看一眼我的女儿，然后我女儿看一眼我，我们没有流下眼泪来，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要痛哭流涕嘛。但是第二天我送我女儿上飞机，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回家的时候，我一路从飞机上哭回家，因为我想我变成一个人了，我们家只有我。但是我若有机会，来这3本册送出去的时阵，吼，嘛是咧先互大家知影这3本册咧写啥吼。所以，搁来第2本册是一个外国的医师，毋过伊嘛是特别，伊本来是读文学的，后来去做去读医学。伊是做嘛是真了不起的神经外科的医师吼，伊毋尔文学写了真好，伊的迄个神经外科的技术吼，嘛是足厉害的吼，所以伊的同事叫伊是天才的神经外科的医师安尼。毋过伊30几岁，大家结婚第几个囡仔3囝特别出世的时阵吼，伊就发现伊是迄个肺癌吼，目期安尼，所以伊甲伊所有的有备、所有的思考、所有。就算讲人生是遮尔短，毋过伊伫医学、伊伫文学、伊伫所有的关系内底，伊得到啥物水的物件，伊家己写做一本册吼，叫做当呼吸化为空气安尼吼咱来看这本册，伊嘛有一个差不多1分钟的介绍吼。比尔盖茨讲吼，这是互伊最感动的一本册。But family medicine was, in fact, the perfect place. I first began noticing symptoms in my 60-year residency. Obviously, it was very suspicious that I had some form of cancer. But actually having the confirmation was still devastating. Since Katie's birth, my time with her has had a very peculiar and free nature. In all probability, I won't live long enough for her to remember me. 过来第3本册吼，我找无较适合的1分钟的一个介绍的影片，我直接用讲的吼。这位医生是日本的医生吼，咱中文叫伊和田秀树吼，伊真正足好写册，毋知是写几十本、几百本啊安尼，册拢足好看。我特别介意伊这本册吼，这本册伫中文吼，甲翻译做若是咱外到80岁，毋过我较介意伊日本的册名吼，伊日文的册名吼，伊讲的是咱若行到一个80岁的这个壁，我感觉迄个意思吼。 较有讲了较真确吼，就是咱若到80岁，可能咱到一个65岁抗战、80岁抗战，咱会去拄着的吼，包括身体、生理上的，甲咱的迄个想法吼，人生的阶段关系哦，而且上财富的安排吼，也是种种吼，人生的迄个想法吼，拢无共安尼。毋过毋是无共，咱就会顺顺啊行过去吼。咱伫每一个阶段，咱拢爱学习吼，所以若80岁吼，咱上伫一个，因为较早的人较无经验嘛吼，你讲8当前可能咱活到40岁。 就已经袂歹啊吼，所以即个80岁要安怎活吼？这是伊第一个特别的所在。第二个是即个医生真趣味，伊足厉害的，伊是日本吼真早期吼，完全非常深入了解老人医学一个医师吼，所以伊的册还会遐尼有公信力吼。伊即本册内底真趣味，因为伊拢无写别个医生写的物件，伊写的物件哪无像一个医生写的吼？比如讲，伊会讲啥物咧？ 食药啊嘛无会当保证你活较久吼，所以你较重要的是爱先了解你的身体吼，毋是去看讲你爱食偌济药啊吼。比如讲安尼，伊搁讲吼，老大人吼爱做不良的老人吼，你莫做你爱甲你的钱开了了吼，毋通留互囝孙吼。搁有真趣味的是，伊讲。 就算咱已经老啊吼，咱嘛运啊会当迄个洗目色吼做三开的即个权利吼，大家知影做三开是啥物意思无？
即个嘛真少听到有人咧讲，我嘛是去查的。迄伫华文叫调情，啊，伊伫即本册内底，咱的中文的翻译就是讲吼，长辈还是要有色色的权利，追求色色的权利吼。啊，这真重要。其实这所有的这代志吼，伫阮的照顾内底，其实每一项拢足重要。比如讲，咱伫医疗内底嘛，无一定咱讲着长辈，有当时啊，咱为着病情的治疗，也是一寡考虑吼，咱可能会影响着咱的即个翁仔某的生活吼，也是讲咱本身吼有一寡需求吼，咱可能有当时啊足困扰的，可能比咱的病情治疗搁较困扰吼，啊，毋过咱拢歹势问吼，啊，拢压伫心内吼，也是讲家己学袂处理安尼吼，所以嘛有特别，比如讲即方面嘛有特别有心理师吼，去做即方面的一个训练吼，啊，甲咱陪伴吼，其实我感觉医疗毋是啥物标准答案吼，毋是讲甲你带伫头前吼，是讲遮个人伊可能有经验，遮个人伊有经过训练，遮个人确实知影较侪专业的知识还是技术吼，才来提供咱会当行毋着路吼，所以医生甲病人甲家庭其实是做伙行的，毋是送带送吼。我做医生到即摆，我常常感觉讲，其实我是互病人甲家庭带的安尼吼，所以这是今仔日这3本礼物啦吼，讲到礼物，就爱至少先甲送出一本吼，所以先来甲大家问一个问题吼，大家看即个英文字吼，你有看过即个英文字无？有是无？吼，安尼有倒一个人要举手甲我讲，即个英文字，咱先莫讲翻译做台语啦，吼，可能较难。你会当直接翻译台语嘛无要紧，你讲华语嘛无要紧，吼，伊若翻译应该是要安怎讲即字咧？好，来。欢迎那个死亡或致死，摩托就是死嘛，吼，好，安尼我要送你礼物哦，我甲我的朋友要送你礼物，头拄仔迄3本册，安尼你有先选的权利，你有较介意倒一本无？我感觉迄个地教书迄本册，我想要看，因为迄个创造银行迄本册。是，好，安尼我着先送你，安尼吼。谢谢，是我看足 pro 的助理要翕相安尼。在下里。我嘛咧讲，我免送册。好，是。模型啊，甲你带，甲你的姓名给照安尼模型啊。好，模型啊，咱伫咱的身躯边安尼吼。敢有人搁要讲的无？头拄仔咱第一位朋友吼，伊讲华语吼，咱可能就是即个字的意思，就甲死亡较有关系。也毋过，可能即马有真侪人，拢可能初步拢知影一寡简单的英文。咱若是变倒转来，咱要为死亡即个中文字加翻译做英文，通常你会翻译倒一个字 ？death 吼 ，death dying 吼。随在啦吼，应该听有啦吼。是安怎我第一也是看即字咧？敢有想过？无一定无想过，因为刚才我做即个工作，我开始想即件代志尔吼。我真无介意，因为阮医生爱写白历，白历就爱写英文。我真无介意写 dying、pre-dying 吼，大家拄咧死叫 dying。差不多有比要死叫 pre-dying 安尼，已经死啊，是讲即个死亡的事实已经发生啊，就叫 death 吼，即个人叫 dead 吼，就是安尼吼。我是安怎无介意，毋是讲即字伫文化上，咱可能听着就感觉讲家叫吼，无介介意，无介轻松，淡薄仔惊吓，毋是即个意思，伊是形容一个生物的状态。我较无爱安尼，人是人，人有足侪故事，人有足侪会流动的物件，毋过用这英文字无法度表达出来。也毋过即摆你若发现讲有真侪咧写册，甚至是写这科学的文献，也是讲有当时这是我伫2020
1923年吼，反正我去欧洲参加就是即个领域的迄个会议吼，啊有一个演讲者吼，伊嘛是要甲大家开讲即个主题吼，啊伊第一就用即字吼，我就介意即字。即字吼，你若是真正摕你的手机仔出来吼，啊摕啥用啥物咱的Google 字典啦吼，还是啥物落去翻啊吼，伊会翻即个中午一夕。中午一夕听起来有种得下的感觉无？吼，甲向死而生，那就是共款的意思吼。所以我较介意即字，即字较有真正有法度带咱去想讲，咱要行的即条路是啥？因为咱拢同意，就算你拢毋敢想，你拢毋捌想，咱嘛同意，咱一定是为生行到死。吼，以目前来讲，以目前的科技，也是咱所有知影的知识来讲，是无倒转来行的。吼，所以就是讲，重点敢是迄个死，毋是。是每一个人做公平的，拢有一个。我搁讲落去，恁是毋是要走出去啊？吼，都有一个死伫遐，毋过重要的是死进前的过程。啊，若以阮做的即个医学照顾的领域，就是讲，就算伫你死进前的1秒钟、1天，还是1礼拜，你所有的一切对阮来讲拢最重要。啊，毋是迄个时阵，因为医疗无法度治疗我，就无啥物代志会当做。若真正了解安宁照顾的，就会知影讲，其实咱是病情可能愈来愈无法度处理，吼，还是咱讲愈来愈严重，还是讲咱的退化是老化愈来愈严重，到迄个坎站，咱会当想，咱毋免有医疗的知识甲经验，咱就知影讲，即个时阵一定身体的问题是足侪，为外口身体上的问题，到内底心理上的问题，甲所有安排，甲边仔的人，甲恁厝里的人相处的这关系上的问题，通常是愈接愈多，愈接愈难，啊，时间愈来愈短，愈要处理。愈毋知影为倒位下手，吼，迄种状态，吼，所以有真侪甲医疗相关的即个专业人员，吼，就是训练来即个阶段，吼，来陪伴大家去度过遮个日子，而且毋仅是解苦尔，其实即马现代安宁照顾，吼，伊是要互你会当活了比你想的搁较好，到上后一天，吼，这拢已经有真侪科学的证据啊，吼，所以我就较介意。用即个艺术来讲吼，嘛较有法度代表吼，我要分享的即个内容吼，大概是咧讲啥安尼？啊，真侪人好奇吼，就是我是安怎，我的医生摕到资格了后吼，我差不多就是第一时间吼，我就投入去做即个安宁照顾吼。是安怎我会做即个决定吼？啊，其实我做即个决定，毋是伫我毕业的时阵，嘛毋是伫我训练完成的时阵。我有即个决定是伫我大学3年的时阵，因为拄啊好顶礼拜我嘛去师大的嘛是讲一个讲题吼，真相像今仔日的题目吼，啊是大学2年的学生吼。在听安尼，啊，所以老师就问我讲吼，啊，20岁听这吼，敢会伤早安尼吼？我讲应该是袂吧吼，因为我21岁就决定，我一世人拢要照顾要离开的人，安尼应该是袂伤早啦吼。啊，是安怎？我伫迄个时阵就会做即个决定吼，有一个缘分吼，有一个缘分是，我迄个时阵咧参加一个营队吼，啊，这个营队伊是迄个康泰医疗教育基金会，吼，啊，伊是一个天主教的基金会。康泰医疗教育基金会伊办一个营队，叫做好医师先生营，吼。啊，我毋知影，我想要问校长，迄人咱大学2年3年看到即种名营队，你敢会想要去参加？袂吼，在座应该嘛，阁有我的学弟学妹吼，恁看到这个题目，即个营队的名，敢会想要去参加？甲我忝头啊，摇头就好。吼，学妹不知摇头，伊的枕头啊，搁安尼袂吼，对吼。啊，我是安怎要去参加咧吼？我喺底下讲一个秘密，无秘密，大家拢知影即项代志。其实迄个时阵吼，我拄啊好，拄着一个时间点吼，咧甲我的初恋的男朋友分手安尼，啊伊是台大医学系安尼。
啊，即个营队其实伫成大的医学系无足流行，啊，台大医学系啥哪会流行？是伊家己做一个社会服务的学分，啊，所以就有学生会选安尼吼。啊，迄个时阵其实吼上少年啊，啊，知影地气嘛是袂搁做伙吼，会分开吼，啥哪搁要地气吼？反正我着地气啊，啊，毋过要地气嘛是有一点，另外一点真趣味是，伊伫台东的圣母病医班。啊，迄个时阵其实我毋捌去过台东，不过咱拢知影讲，咱的东部，尤其是台东吼，是即个医疗的资源吼上欠的即个所在吼，上缺欠的即个所在安尼。啊，所以就想讲啊，无嘛去台东看看的吼。甲大家讲吼，缘分就是安尼，你迄个跋到上下骹的时阵吼，你就有好事会发生吼。因为我嘛是因为即个营队吼，啊，就甲我的同学吼，啊，就是我即摆的翁婿吼。做伙，啊，伊是台东人安尼吼，所以我伫遐失恋吼，我嘛伫遐有后一段的迄个美满的感情吼，就发生啊安尼，吼啊，这是题外话啦吼，啊，伫遐我感觉我足幸运的是，咱知影讲台东即摆可能拢无啥物少年人，吼啊，做工课嘛是拢到咱即个西半部来做工课吼，啊，尤其是20当前其实就安尼啊，啊，即摆尤其是吼，啊，圣母病院吼，大家有了解还是讲有听过台东圣母病院伊的历史是啥物无？伊本来咧做伊是较细间的病院吼，所以伊毋是像医学中心共款，每一科拢有安尼吼。啊，伊较早吼是咧做3科的，嘿，所以伫20当前吼，真侪台东人吼拢是伫即个圣母病院出世的安尼。啊，已经无囡仔要生的时阵，这病院就会倒嘛吼，就无业问嘛吼。啊，所以迄个时阵的院长就想讲，啊，迄个时阵的院长也拢是迄个硕士的收入吼。迄个时阵的院长是叫电魂收入吼院长，啊，伊就想讲，安尼伊就去找迄个马街的院长吼，嘛找基督教病院的院长吼，因去开讲一个，讲咱台东是缺欠啥物啦吼，啊，当然就是缺欠照顾长辈、照顾目疾的病人，啊，而且佫欠一项代志，就是迄个时阵台东拢无安宁病房，所以圣母病院伊就决定讲，安尼我要来做长辈的照顾、居家的照顾。甲迄个目疾的照顾，啊，搁来开一间安宁病房安尼，所以我迄时阵伫遐的时阵是遐个安宁病房打开第2档，吼，所以嘛看到因拄仔咧改变迄个时间啊，尤其是讲吼，咱讲资源吼较缺欠的所在吼，伊会有足侪创意吼，比如讲我要做到啥物代志，毋是随着有人有钱吼，有方法吼，有政策有计划会当做，所以每一个人拢为伊的经验，甲伊所知影的一切吼，啊，伫遐咧牵线吼，啊，付出伊的能力来照顾病人吼，其实这是照顾上水的所在吼，毋是讲你20档、20档、30档吼，你自然就会变成就会晓照顾，还是你的照顾就种野顺吼。其实这个照顾是爱就咱炒菜共款吼，你爱用心去炒吼，伊较会变水安尼。啊，所以就特别伫迄个时阵吼，就看到因迄个时阵的一个改变安尼。啊，过来就是讲，迄个时阵。阮就是学生啊嘛吼，啊学生啊伫遐，院长就甲阮讲话，院长讲一句话到真嘛，对我来讲，阮也记了足深，影响嘛足大吼。伊讲一句话，伊讲，其实我感觉阮较早做的，甲即马做的，拢无啥物无共款。阮较早做的吼，是甲囡仔吼为天主的手头吼接心到人间来，但是即马阮做的代志嘛是共款，阮只是甲囡仔为人间接心转去天主的手头。伊讲即句话的时阵，当然伊的迄个即句话背景有伊的宗教的信仰吼，啊，毋过像我毋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我到即马原来是无啥物特别的宗教信仰吼。但是对我来讲，听到即句话，我嘛听到一个那像咱讲生命是循环，无讲出世的婴仔较重要，要离开的人就无重要，还是出世的婴仔爱顾，要离开的人咱就无爱顾，迄拢。毋是安尼吼，大家人拢是共款的，大家生命拢是共款的，而且生甲死伊是做伙，
有生会变死，有死嘛会变生，吼，就算咱无用宗教的迄个语言来去了解，吼，嘛拢会当感受到伊咧讲的即个意思，吼，所以伊的这话，吼，甲迄个时阵伫遐看到的代志，吼，对我来讲，吼，影响足大安尼。啊，我看到啥物代志，吼？毋知影即摆大家敢有知影讲伫病院内底，尤其是较大间的病院内底吼，尤其是特别特殊的病房吼，可能有洗身躯的机器，即种物件，还是有伫新闻有看过无？敢有？有吼，啊，平常时吼，一般病人吼，若真正要洗身躯，爱安怎处理？白床顶外家己洗，啊无就去迄个诊所内底洗，啊毋过有当时爱，但是迄个安宁照顾的地方，咱有3-5天会当使用迄个洗身躯洗一摆。是，你乃对阮遮尔了解。吼，多谢你的答案吼。无毋对，一般来讲吼，家是留身躯吼，啊毋过你若咱即摆伫现代的生活，可能较少讲吼，已经一礼拜无法度洗身躯去感受到迄种黏热啊吼啊，做垃圾的迄种感觉吼。啊，病人其实就算是留身躯吼，迄可能嘛是留互边仔的人安心的啦。病人应该嘛是讲感觉家己黏贴贴，拢袂轻松安尼吼。啊，小可腰会叮当的吼，可能咱会送一台帮忙的，咱讲即个所以可能咱用轮椅啊吼，还是便轮椅啊吼，啊，咱就伫即个浴巾吼，啊，简单长长的安尼吼。啊，毋过这洗身躯的机器吼，毋是遐尔简单的吼，伊有足侪的设备甲功能，会当互你倒的吼，就速时的吼，刷到一个迄个，咱讲若像是浴缸安尼吼，的。阮嘛无特别叫伊一个名啦吼，啊，毋过差不多安尼吼，所以咱嘛会当泡伫内底吼，啊，而且上特别的是讲吼，因为有遮的即个工具的帮助吼，加上即个照顾者吼，有可能是志工吼，可能是护理师吼，因的训练吼，所以是所有的病人哦，包括你身上有啥物空喙，你是啥物款的病情，还是讲你有啥物讲伫身上，拢无要紧，拢是有法度洗吼。啊，这即摆已经是。虽然毋是讲四界拢有吼，啊，毋过咱已经是拢淡薄仔知影有即种工具，有即种照顾的即个进步吼。毋过伫20当前是足少的咯吼，所以迄个时阵我伫遐看着，啊，毋尔看着即台，感觉哦足厉害的，佮有一丛故事哦，互我记到即马吼。就是迄个时阵吼，有一个目记的阿嬷，啊，伊是排湾族的吼，所以因的迄个语言叫原住民语叫母母吼，就是阿嬷的意思吼。啊，即位母母吼，伊因为病情的影响吼，就一直华文叫谵妄吼，医学上叫谵妄。啊，大家人对谵妄敢有啥物了解无？谵妄咱用台文来讲来。我想毋对吗？哦，歹势，嗨对，新注意输入法甲我欺负吼，所以你是要甲我纠正吼，多谢你。是是是哈，还是你要分享一个，即个谵妄。是是，嘿，差不多就是即个意思吼。多谢你啊，原本遮是无设一个题目的吼，啊，毋过拄啊好。因为我写毋着你吼，咱有法度问一个问题啊，所以原在上头拄仔咱的约束吼，送你一本册安尼嘿啊，咱头拄仔阁有一本日本医师的，甲一位外国医师的，啊，毋知你较介意倒一本？吼，你较介意日本医师的吼，安尼等者知影吼，上后一个你嘛无通选啊。我即摆要甲日本医师吼，一本送出去吼。来，安尼咱嘛是有呐吼，普罗的助理吼，甲咱翕一个相。哦，看遮吗？遮，即个镜头，咱嘛来甲伊看一下吼。安尼会使，好，多谢。
头拄仔咱讲到即个展望吼，无毋对，伊定仔就是神经无法度自然正常的反应吼，所以有当时学袂到时间，学袂到人，学袂到代志，学袂到。啊，过来就是讲有当时啊吼，甚至伊会哪想看到一寡毋是伫现实的生活中有的影，听到迄声吼，甚至家己会想讲吼，有一寡敢是有人咧家己迫害啊安尼吼，啊，遮的即种。神经的反应吼，会互咱人感觉就无安心。无安心的时阵，咱可能就想要避起来，吼，咱可能就想要甲人拍，吼啊，嘛毋是真正要甲人拍，就是讲你惊讲你家己互伤害，吼啊，所以你爱就有一寡动作吼，要甲人甲背走，还是安怎吼？啊，搁到较严重的抗战，有可能即个人就看起来吼，拢无法度休困吼。啊，阮讲伊就那想咧拍喷吼，拍喷来拍喷去吼。啊，这毋领本人真辛苦，迄照顾者吼嘛是真正辛苦。搁来即摆科学嘛是知影讲，那即个问题一直无处理落来吼，甚至吼伊会影响到即个。咱讲吼死亡的时间吼，搁较提前安尼，嘿，伊毋若是一个无爽快的镜头尔吼，伊对即个病情嘛有恶化的即个影响安尼，所以咱拢会希望讲吼，其实基本上啦，咱若为一个人应该爱安怎处事，咱拢嘛希望讲伊会当困，会当好好啊休息安尼。啊，迄个时阵呢，已经有真侪医师吼，甲治疗师吼，为即位母母吼想过足侪办法，用过足侪药啊，毋过伊就是拢无法度休困。啊，迄工拄啊好，阮去阮遮足侪学生啊伫遐嘛吼，啊，就甲迄志工啊、甲护理师啊吼，做伙陪伊去洗身躯吼，啊，结果洗了尔，洗了尔嘛，无搁随食啥物药啊，是随煮啥物食，伊就困敢若会影共款的。所以迄是我伫遐吼有几个故事吼，互我去感受到照顾吼，即个照顾。毋是讲一般厝里人的照顾，也是讲咱即个上看护的照顾。吼，即摆是咧讲医疗内底除了会晓注射、会晓下药啊，到底咱是要安怎了解即个人？啊，咱会当提供伊需要的照顾，的即个计划建议，吼，也是甚至是一寡药仔的调配，也是做法，吼，啊，互伊真正会当放轻松，互伊真正会当好好啊生活。不管是这是一般的病症，还是这是别期的病症，吼，迄个时阵我着学真侪遮的代志，吼，啊，搁有讲，遐头拄仔咱讲迄个，伊是一个天主教的迄个病院，吼，所以嘛有互我最感动的所在，就是遐个收入，毋领是伊的，可能是华语、台语、原住民语，拢讲了真好以外，伊嘛会用咱台湾人较。习惯的一寡吼生活上的照顾的做法吼，来为病人做照顾吼。比如讲，我著看到这特殊的收入吼，伊会当做即个气功吼，甲病人缓解吼伊迄个肿瘤的痛。我感觉这是足无容易的，因为咱人是拢感觉我要互你，我感觉好的，啊，我感觉好的一定是我较捌的物件，也是讲伫我的文化内底吼，我较相信的物件。但是今仔日我会当愿意为着你吼，而且这是完全无共的文化、无共的语言、无共的民族吼。啊，我去学你的物件，我用你会相信的物件来去照顾你吼。这真正是足无容易的一项代志吼，嘛有看到安尼吼。啊，故事足侪吼啊，过来就是讲，我嘛真感谢迄个台东的即个圣母病院吼，因为我讲后来吼，就是足侪故事发生，啊，我就变成是台东新妇安尼吼，所以我的大官已经伫几当前吼，胃癌已经离开啊，啊，以上吼迄段期间，我嘛是拜托圣母病院的医疗团队、安宁团队，来帮助阮照顾吼，阮做亲近的即个厝里的人安尼啊，阮大官吼，伊真趣味吼，伊讲因为阮伫台南做工课吼，所以伊一开始的治疗嘛是来台南也是高雄的病院做治疗，后来捌期了后，阮就知影吼，啊想要互伊家己嘛想要自然伫即个台东的山顶吼，到上后的即个坎站安尼啊，所以就拜托圣母病院先拜托安宁之家的团队，就是医生甲护理师甲厝里去吼，先去甲顾，啊最后伊就有迄个肺炎的状况吼，人较喘无法度吼，就是
感觉较舒适的，所以伊最后有几工仔时间嘛无足久吼，伊就伫安宁病房住院。啊，毋过迄些时阵住院，当然安宁病房就互伊真济会当较快活的吼，地喘的即个药啊吼，互伊较舒适的吼。啊，毋过伊感觉上欢喜的毋是舒适，伊上欢喜的是吼，伊去住院的时阵吼，就毋免互我大家吼限制，伊袂当食这，袂当食迄吼，因为捌记的病情吼，才会一袂当食，遐袂当食，所以伊卤肉饭嘛食吼。过来伊甲我讲上好食的是乐生花的冰淇淋安尼吼，啊，迄是迄个圣母病院安宁病房的护理长吼、护理师吼，因家己做的吼，家己种、家己洗、家己做安尼啊。迄个时阵对我来讲就是讲，哦，原来安宁照顾伊上大的重点，毋是干那讲。即个时间要到啊，吼，叫你较紧传，吼，嘛毋是讲即个时间要到啊，叫恁较紧回答一个你要想要安怎，吼，当然你想要安怎有足侪你的想法，毋定是医疗要安怎，无尤其是即摆咱个定定伫即个虽然讲社会即个。宣传吼嘛，互咱拢知影讲，咱应该爱提早做准备。毋过即个宣传吼，我感觉佮家己用了伤矮啊吼。那像咱规工就伫遐咧讲插讲无插讲，其实咱若为即个阶段，就接受病人，就甲伊做伙生活，就了解伊想要安怎的日子。讲实在，迄讲根本就无出现，你连选都毋免选，因为伊要爱伫厝，吼，伊要爱舒适就好，迄毋是自然，吼，咱就会当甲问落去啊。啊，恁若真正拄着安怎，咱就莫去急诊，吼，咱拄着安怎，当然咱就莫用。啥物讲毋讲？吼，咱即摆了搁咧讲，就是因为拢无问，大家拢毋知，啊，只好拢先做，啊，做了较伫遐丢度，也是为难，吼，讲要囥的，也是要摕起来无，吼，而且逐工拢咧看迄支讲的时阵，其他的代志咱拢无法度兼顾啊，吼，所以一个人其实伊就算无囥讲，伊嘛无一定互人重视，无囥讲伊嘛无一定舒适，吼，无囥讲伊嘛无一定欢喜，无囥讲伊嘛无一定会感觉袂孤单，吼，这种种拢是阮就要义的问题安尼。啊，所以后来伫阮的安宁病房吼啊，咱听这安宁照顾，咱就知影讲，不管像迄种说身躯的机械，还是种种遮的服务吼，这可能拢真无简单，拢真需要资源吼，所以拢有人会捐献吼，真济即个爱心的基金吼，所以吼每一个病院会当搁加去做遮的代志安尼吼，所以像这是伫阮。基理病院吼，那有即个奉献的即个人名吼，阮就会做一个芳仔叶吼，啊搭伫阮即个墙啊吼，即个墙啊就是顶悬有一张即个芳仔树的即个图吼，啊伫先代的是青叶啊吼，嘿啊因为青叶啊已经互我的。母校吼笑去啊，所以阮基米吼是后来较熟的安宁病房吼，阮就用啊，其实这拢是一个生命的感觉吼，不管是叶啊代表讲伫即个坎藏阮也是咱会当有愿望，也是讲即个芳仔叶吼，伊要落落来啊吼，啊落落来啊，即个色滴水吼，落落来即个姿势水吼，温温流流吼，咱讲的就是安尼。啊，这是我今年出的一本册吼，内底。伊的一个故事，迄是迄本册吼，生命上后一刻吼，当活了上家己吼，这本册上后一个故事啊，因为我伫这个故事内底就有写着即句话吼，所以册名吼就是为这个故事出来的。这个故事真特别，这个故事是一个30几岁的病人吼，女性的病人啊，伊是脑瘤末期吼，啊，伊拢清楚，所以伊家己决定讲。伊要一直做治疗，也毋过伊要一直做治疗，毋是家己想讲，我当30几岁吼，安尼就做毋甘愿的。伊讲伊要做治疗，因为伊是安怎会甲我相拄的，是因为伊已经全台湾哦做即个脑瘤的医生，伊拢去问过啊，所有治疗拢做过啊，所有医生拢甲伊讲。已经是无法度吼，去改变即个脑瘤的状况啊，所以伊的爸爸妈妈呢，家己想讲。就算是无法度改变这个脑瘤的状况，伊原来足侪镜头需要照顾吼，所以伊嘛是要帮伊找足好的团队来甲伊照顾。啊，若专门咧照顾镜头上高的，尤其是伫目期的所在，迄就一定是安宁团队吼。所以迄是因爸爸妈妈家己找着甲想着的代志，所以较甲伊带来，甲我的门诊甲我见面安尼吼。啊，毋过即个因的查囝吼，即个病人吼，伊就甲我讲足清楚，伊讲。我想讲，后礼拜阮来去台北一逝吼，搁来去问一下安尼。啊，毋过阮嘛是足坦白吼，互相讨论讲，啊，若是你即摆搁去，遐个医生原来甲你讲，
就是袂当吼，袂当去甲你做了对你是有伤害是无帮助的吼。你要安怎吼？伊讲嘛无要紧啦吼，问了袂使都袂使，毋过若是会当我伊就甲我讲，若你遮有方法吼，毋是做这流的治疗，会当互我活了较好嘛，活了较长的，我嘛是相信你吼。我讲有会使哦，即摆政府拢讲人若放互轻松吼，无迄个压力吼，就算是目前吼，阮也会若活了较轻松，活了较好，吼，活了较长的，吼，拢有愈来愈侪安尼。我讲你若愿意相信我，我嘛足愿意来甲你讨论吼，应该安怎照顾。我讲毋过我足好奇的吼，是安怎你想要一直搁去找这治疗？吼，伊讲其实我就是想讲。若有法度做这治疗，我有法度搁活较久的，我就会当陪我的爸爸妈妈搁较久的安尼，嘿，所以伊重点是即个陪伴，吼，甲爸爸妈妈相陪，这对伊来讲是足重要的一项代志，吼，所以咱着爱知影，吼，伊的意愿是安尼，毋是讲伊的病，伊的时间袂当拖。袂当搁拖长啊，咱硬要拖，互伊受苦。伊若叫要伊甲爸爸妈妈相处的时间，咱若爱想讲未来我的医疗计划，因为毋是无做脑瘤的治疗，其他的镜头就无需要处理嘛。其他镜头的处理有可能尽量互伊踮伫厝里无，吼，有可能互伊尽量莫安尼走从病院无，安尼伊是毋是有愈侪的时间？啊，毋免安尼走，毋免安尼迄个。孝顺即个体力吼，啊，伊是毋是会当有较侪时间会当甲伊爸爸妈妈讲话，甚至伊搁要去倒位，拢会使吼。所以上重要，遮个医疗吼，不管是一般的医疗还是安尼的医疗，拢是去支持一个人吼，伫即个坎站，伊要过伊想要过的生活。啊，所以这一定是爱为即个人的故事、伊的心愿开始开讲起来，咱较有知影讲，哦，你想要安怎？啊，你想要安怎？敢若是你想要安怎？因为爱配安怎的照顾的计划，还是医疗的计划，这是专业人员较会知影的代志吼。所以，两边爱合作吼，就是讲病人吼，甲伊的迄个重要的处理的人吼，甲医疗者吼，咱来合作。我知影的，你嘛知影，你知影的，咱互相交流，较会当有一个就适合即个病人的即个照顾安尼啊。即个家庭真特别吼，就是讲一般来讲，阮会收到安尼的奉献即个捐这钱来奉献吼，拢是伫病人可能顺利吼，咱已经甲照顾了，啊，伊可能已经离开了后吼，所以厝里的人感受到讲有帮助，伊嘛希望伊的爱会当个帮助到其他的家庭吼，伊较会来捐钱安尼。啊，毋过阮咧照顾伊的时阵吼，伊要搁伫阮病房住院，啊，有一天爸爸妈妈就摕一笔钱来互我吼，讲想要捐互阮啊，啊，囡仔阮要搁咧照顾吼，所以这真正是互阮我嘛无拄过即个状况吼，表示讲伊有足侪感受，伊嘛感觉遮个感受、遮个帮助足重要，所以嘛毋免等到啥物时阵吼，伊即马感觉伊有能力吼，伊就想讲安尼，若即个时阵有人甲我查起来共款，即马就有需要安尼照顾吼，我就想要捐遮个钱吼，会当互咱用安尼吼，所以伊的想法是安尼。啊，毋过迄个时阵原本阮伫每一当的10月份吼，阮会有一个世界的安宁日吼，有一个活动安尼，就会互即个捐钱的家庭吼，伊会当甲伊家己甲即个芳仔叶吼搭起嚟安尼。啊，毋过阮就无等到迄个时间吼，小韩吼，即个病人个小韩伊就已经过身去啊安尼。啊，所以阮迄个时阵就想讲，爸爸妈妈拄好伫厝里吼办伊的后事吼，所以。嘛莫叫伊安尼走总，啊，迄个时阵，阮个团队就想讲吼，啊无安尼吼，阮就请厂商吼，搁做第二个共款的芳仔叶，啊甲，这是阮的迄个灵性关怀师伊的查囝，伊是一个艺术家吼，艺术家，伊甲阮画100度了那像迄个墙啊，着迄个伊的名吼，可能看袂介清楚吼。甲搭伫遮吼，啊，这是伊爸爸妈妈甲因哥哥安尼，啊，阮有甲伊写诗吼，重点吼，顶悬嘛有一个 QR code 会当扫吼，这个 QR code 就是伊伫咧住院的时阵有音乐的治疗师、治疗的老师来到病房吼，啊陪伴伊。音乐本身除了会当互病人感觉较轻松，可能伊一寡疼的感觉吼，嘛有可能会当受到缓解吼。上重要是透过这个音乐吼，咱会当互这个爸爸妈妈伊可能真歹讲出来的话吼，也是这个病人真歹讲出来的话吼，因会当
会当甲即个音乐老师分享，伊会当家己写歌吼，咱会当甲即个感情吼，会当甲讲出来安尼吼。伊有2首歌，一首较长，一首较短。迄首较短吼是迄落爸爸妈妈做伙写的歌词吼，迄落歌词吼，迄落音乐老师家伊谱曲吼，因3个做伙唱，即个歌吼，互大家来听一下吼。谢谢你来到这世上，成为我的女儿。你是沙漠的玫瑰，今天你矗立在这里。时阵就是阮着甲即个礼物吼送去因兜安尼，阮常常做安尼的代志，就是讲一大照顾。虽然别人可能已经离开啊，但是故事毋是安尼就停落来吼，真济人阮还要搁关心吼，所以嘛是去厝里的时阵吼，较知影讲。爸爸妈妈嘛是毋甘吼，甲查囝囥伤远吼，所以是囥伫因兜后壁的一间细间庙内底安尼吼，所以阮着嘛是煞去甲小汉吼讲话看看的吼，因兜的迄只狗仔吼，就是甲阮佚佗安尼吼，去送即个礼物吼，所以这是迄落我今年出的迄本册内底迄个故事，所以会伫内底写即句吼，生命的上后一刻拢活了上家己吼，就是。我着想讲，其实上小汉伊一开始的迄个决定吼，若伫一般，咱若无就为着要陪伴即个家庭的时阵，咱敢若用一个医学的标准，也是一个法律的规定去看吼，你可能想讲，伊就要搁要搁治疗，伊也毋是讲伊无要治疗啊吼，搁来伊嘛无签啥物，无要做急救的迄个意愿书吼。但是其实头拄我若有听即个故事吼，我咧分享即个故事，其实。小汉的意思是安怎？小汉若有一天已经无法度清醒啊嘛，无法度搁甲爸爸妈妈做伙生活啊，伊有想要搁互人插讲去救嘛？虽然伊无讲足白，但是伊讲了，伊无甲即点讲足白，但是伊甲伊的心意讲足明白的。伊要爱的是会当甲爸爸妈妈相处的时间上长，其他毋是伊要爱的。所以咱若是为伊设想吼，包括像阮是医疗团队，我是医生，我着知影讲。安尼，咱豆豆仔来，我毋免逼伊伫第一个时间吼，讲你明明嘛是迄个意思啊吼，你着今仔签互我吼，迄偌无意思的安尼吼，着知影着好吼搁来豆豆仔陪吼，愈有信任感的时阵，甲伊讲安尼，咱嘛甲吼应该爱讲的，还是讲应该爱写的，甲写落来吼，安尼对逐个人来讲，遮侪人咧照顾你嘛，拢知影你的意思吼，咱豆豆仔较来处理即项代志就好吼，所以毋是讲一开始问袂出来，还是签袂出来，咱就无法度了解病人需要啥物，其实是会使的吼，咱交朋友嘛是安尼嘛吼，医生甲病人之间嘛是安尼吼，这就是。故事听听的吼，爱来补一寡知识安尼吼。安宁照顾吼，伊的英文叫 hospice， 毋知影大家人真正有听过无吼？是安怎？一定爱讲伊的英文吼，是因为 hospice 即个英文吼，伊的意思吼，甲医疗其实无啥物关系。伊的意思吼，是一个咱说一个会当撇号的所在安尼吼，华文叫做驿站吼。就是伊是一个驿站安尼，这个驿站吼，伊为12世纪吼，就开始有迄个伊有宗教的用途吼，就是圣徒吼，伊若行会忝，拢行足远嘛吼，伊会当休困吼，所以伊就是一个休困的所在。伊为休困的所在，甚至
到19世纪的时阵，就变成是伊是一个庇护的所在。不管是离足产者无所在会当去住，也是讲你是目期已经伫要离开即个人世间，无一个所在会当互你舒适伫遐休困，吼，你毋免伫外口晒日头风吹，吼，互雨淋，有一个庇护的所在安尼吼，啊，佮一直到搁较后壁较开始有用即个艺术，啊，用伫医疗内底，吼，啊，开始有一个所在，比如讲伤病院的所在，会当提供目期的病人，吼，安尼互伊休困。庇护的即个所在安尼吼，所以较会讲，逐个人对安宁照顾的了解吼，你若起码无误解吼，你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你就讲哦，迄是一个互你轻松的所在，啊，艺术就是为即个精神来的吼，啊，到迄个1950年吼，就是阮咧讲的世界的即个安宁疗护的即个母亲吼，就是伊创下即个安宁照顾的即个西方医学的专科的即个内底的力量、甲训练、甲服务应该是啥吼？伊叫做Dr. Cicely Saunders 吼，啊那华文就叫桑德斯女士吼。阮安尼讲吼，伊真了不起，伊本来是护理师吼，啊毋过顾病人顾甲伊的腰歹去了后，伊就无法度做护理师，毋过伊毋甘离开病人的身边，所以伊就去训练做社工师吼，安尼伊会当较毋免震动伊的身体，伊会当陪伊吼，陪伊的时阵发现病人都伫遐疼甲，你若无法度甲伊处理即个疼，伊是要安怎甲你讲伊的心内话吼，所以伊阁去考医生，毋尔安尼伊阁有做这阮即摆上重要的止疼药啊，无非即个药啊的研究安尼吼，最了不起的即个世界的即个安宁疗护吼，就是为伊遐开始传出来吼，伫英国吼，所以即摆咱讲其实为英国开始吼，到即摆咱是2025年吼，所以嘛已经偌久啊，70几冬啊，吼啊，咱来看卖影哦，台湾啥物时阵开始有咧做？台湾有咧做是嘛真久啊，吼，1983年。1983年迄个时阵吼，才有啥一句话有民间的组织吼，开始咧提供癌症末期的病人居家的安宁照顾。啊，即个民间的组织是啥？就是后来我伫2005年去参加迄个圣母病院的迄个营队吼主办的迄个康泰医疗教育基金会。所以其实我后来对安宁感觉讲我想要做安宁照顾，佮回头看这个历史吼，我感觉这是一个注定的代志安尼吼。啊，伫迄个台湾进前吼，其实日本吼，佮比咱佮较早差不多2冬吼，开始有咧推广这安宁照顾吼啊。美国迄伫欧洲伫美国吼，佮比咱佮较早淡薄啊，安尼吼，差不多历史是安尼啊。台湾第一个正式吼成立的安宁病房是伫马街，吼是伫马街，是1990年伫马街安尼吼啊。所以你若讲要看台湾人、台湾的医师知影安怎做安宁照顾。吼，一直有咧做病人的照顾，毋定伫病房、伫民间的即个期间嘛，拢有咧照顾。伫台湾已经偌久啊？其实咱若为1983年开始算吼，到即嘛已经40几冬的时间啦吼。所以像我伫差不多2000年的时阵，吼知影安宁照顾，开始上课，开始学，到我毕业的时阵，开始会当训练，开始做安宁照顾吼。我对安宁的接触嘛，已经差不多20冬啊安尼吼，差不多是咱台湾的安宁照顾的一半啊。头拄我一直有甲大家讲的是阮照顾的方式，吼，阮照顾的一个迄个精神甲理念是安怎？啊嘛有讲着讲，哦，咱有听起真侪人吼，头我有讲着医生、护理师、社工师、心理师，阁有灵性关怀的吼，种种安尼啊，阮伫迄个阮的基美的安宁病房吼。创办10冬的时阵，啊，咱就有做活动嘛吼，要庆祝，啊嘛要互民众更较知影讲安宁的即个照顾吼，所以迄个时阵，阮就有写一首短短的歌吼，嘛是用台语去写的吼，啊，我写即个歌词，啊，我的阮病房的心理师甲我的学弟吼，伊就谱曲吼，啊由即个蔡医师、蔡梦修医师吼，伊来笑安尼吼，啊。这内底就是甲所有吼会做安宁照顾的遮个专业人员是啥，啊，阮做啥物照顾吼，甲写入去安尼啊，即首歌吼嘛分享互大家来做伙听一下。
城六甲顶，微微看顾着150人。有记阮爸爸，阮踮伊行嘛才袂离人。你是遐尼重要，全力捍卫你的尊严。你是遐尼特别，一定为你行到最后。不惊心体袂痛，以后替你缓解。不惊心爱孤单，写心疼你所说。不惊未来行行，只顾予你心爱。不惊做无遗憾，我会祝你平安。回去微笑的依偎款，你我相随。你安宁的心情中，终究离开。不惊身体袂痛，以后替你缓解。不惊心爱孤单，写心疼你所说。不惊未来行行，只顾予你心爱。不惊做无遗憾，我会祝你平安。比你到落山的时阵，孤单做伙，欣赏人生的水，用车辆建造圆满的一生。阮基阮病房伫民国97年创办吼，即马已经今年嘛是第17档啊安尼吼。足无容易的，足无容易的，毋是阮做偌久，足无容易的是遮侪人做伙行到即马，较有头拄仔看到的歌词内底、画面内底配遮个相片。我拢定定要甲大家讲，真感谢遮个病人愿意甲遮个相片分享出来，因为安尼咱较有法度，毋是靠我一支嘴去讲吼，咱用因的笑容、因的形吼，有可能迄伤迄了，过工伊就去做天使啦吼，啊毋过会当伫伊离开上后一刻吼，拢会当互伊安尼看起来像伊的形，互伊安尼会当温啊感觉。就算人生总是有辛苦，毋过我阮若是嘛会当有笑容，吼，这是阮一直咧做的代志。啊，咱一般来讲吼，头拄仔嘛讲一寡故事吼，咱可能拢讲着年岁较大，毕竟咱嘛是爱成人吼，年岁较大，可能较会拄着退化的问题；年岁较大，较会拄着一寡病症来催咱啦吼。虽然病症毋是干那催老人吼，嘛有可能催少年人安尼。啊，即摆就是要甲大家讲，其实安宁照顾吼，毋是干那咧处理老大人吼，还是咱讲退化吼，遮个问题，有可能呢，细汉囡仔还是少年人吼，伊有可能。有拄着一个意外，还是讲伊天生有一寡遗传的即个病症吼，可能伫足细汉的时阵已经足严重啊安尼。即个时阵，甲头拄仔咱咧讲的遐个故事共款，因为即个厝里的人吼，即个病人可能嘛是要离开吼啊，伊甲厝里的人吼会有即个分离吼，啊，即有悲伤吼，佮有真济毋知影要安怎做吼，安怎来顾吼，而且咱有当时啊讲细汉囡仔吼，佮愈歹处理即个问题，因为咱一般想讲细汉囡仔应该是做有愿望的吼，应该是爱大汉的吼，啊，毋过伫即个时阵，伊就无法度大汉吼，即种悲伤甲即种照顾吼特别困难吼，佮加上讲吼，安宁毕竟伊是一个西方的医学吼，阮有足侪科学的证据来讲安怎甲病人顾了死死，但是咱拢知影医学的研究是爱药啊伊上市，也是即个
放即个照顾的基准吼，伊出来了后，咱着爱互别人吼，伫即个合法律的方式底下，咱互别人去试看卖，阮较会知影讲，即种方法，还是即种药啊，是毋是真正会当帮助到病人吼？大人会当有安尼的研究，毋过囡仔的研究是足困难的吼，因为囡仔是足脆弱的，囡仔一般来讲吼，真歹会当做遮个研究，所以伫阮的迄个课本内底吼，拢会教阮安宁的医师，尤其是阮要顾细汉囡仔的时阵，你可能是查无啥物资料，但是你必须爱用你查到的资料，甲你所有的经验，甲你会当问的前辈的意见，你爱有胆去试，毋过这毋是乌白试，吼，你嘛爱有胆去担，你嘛爱有能力去观察，这是阮的课本吼，教阮教的代志吼，所以阮平常时吼，人拢讲啊，你都无啥物医疗会当讲互这个病情改变啦，恁是咧学啥吼？阮学的足困难吼，一般医生爱学的，阮嘛拢爱学，无阮是要安怎接触病人呢？啊，搁即个阶段有真侪镜头甲病人的身体的状况，毋是一般的研究答案，阮知影的吼。但是阮原来是爱照顾吼，阮的即个平常时的工课是做安尼啊。即个故事吼，伊是有伫即个。公式吼，迄独立特派员吼，即个节目内底吼，会当看会到吼。啊，伊即个节目即集伊的迄个标题是为着爱吼，咱放手安尼。啊，我要甲大家讲一个即个故事吼，就是讲这是阮帮伫陪伴吼一个细汉囡仔，即个细汉囡仔还袂满1岁吼，即个细汉囡仔伫伊差不多4个月的时阵吼。伊伫迄个尼泊遐吼，啊，伊爸爸妈妈去日本吼，工课做代志吼，啊，伫尼泊遐有一个状况，毋知影啥物状况，毋过看起来就无介好吼，足危急的，爱叫救护车。毋过嘛，即个时间点足无拄好的吼，就是迄个时阵是台南的风灾，所以伊的尼泊叫无救护车，加就是救护车比一般救护车会来的时间，吼，差不多我会记得，差不多嘛无讲延迟足久哦，差不多8分钟至10分钟。也毋过即个囡仔的问题足严重，所以伊是迄个脑吼有迄个欠啥物素，所以伊打延一个10分钟，伊就无法度搁恢复啊。吼，所以迄个时阵伊上来了后，就住伫阮基美的小儿科的加护病房。也毋过小儿科的神经科的医师吼。照顾一段时间了后，就知影讲，伊迄囡仔的脑袂转来啊，囡仔会可能会变迄落植物人安尼吼，所以阮就甲伊开始讲，安尼迄个喘气这机械吼，呼吸器吼，敢有要囥的吼，还是讲要摕掉安尼。啊，迄个时阵，我就对阮的病房的主任吼，就是迄个时阵吼，带我的师傅吼。去看即个囡仔吼啊！我是安怎？我会对我来讲，即个故事，即个陪伴影响足大，是因为迄个时阵我呾生我第2个后生，我第2个后生甲即个囡仔差不多共款大汉，所以我会看到足侪代志，包括讲4个月的婴仔是毋是迄伊若食奶，伊就大甲。迄碰起来，拢大家拢知影吼。囡仔4个月、5个月、6个月拢无共。即个囡仔虽然伊伫加护病房，虽然伊的脑已经袂用直啦，毋过伊嘛是像一般的婴仔共款。阮伊的爸爸妈妈吼，为着即项代志足悲伤，毋过嘛是爱为囡仔做一个好的决定吼。阮家己照顾，咱来讨论吼。这中间嘛是过几落个月，你有看到即个囡仔一直咧大汉安尼吼。啊，伊的爸爸妈妈一开始呢是想讲囡仔遮尔细汉，因着爱分开啊，所以希望会当留一寡相片吼，未来会当怀念的时阵会当看即个囡仔古水的形。啊，阮的心理师着陪伊吼，伫一寡陪伴的时阵吼，啊爸爸妈妈准备好着翕相。翕了后，爸爸妈妈感觉讲，那想无啥够吼，因为未来着知影无机会去甲即个囡仔相处啊吼，嘛想要甲伊摄影落来安尼，啊，所以就开始摄影吼。啊，摄影了后吼，其实伊的妈妈是一个做护理教育的老师，伊真正足有大爱的。伊摄影到后来了后，伊感觉讲伊家己捌护理，毋过拄着遮尔互人悲伤的代志，
伊就感觉要行这段路真正是困难。啊，伊本来就想要甲囡仔的即个相片吼，囡仔的念影甲留落来。若是咱陪伴的即段故事会当帮助其他就相像的家庭，安尼可能会当互咱嘛袂当讲即个家庭行过的路，就一定甲另外一个家庭会当共款吼，毋过至少有一个安慰吼，所以伊就同意讲吼，才会当翕那像咱讲的纪录片安尼吼，所以包括讲囡仔离开了后，迄个这记者吼，佫有去因兜吼，佫甲伊访问安尼，啊伊后来佫有一个妹妹吼，因佫有生一个查囝安尼吼，嘛拢有摄影起来，啊后来伊就变一个职责吼，就是即个独立特派员吼，职责啊会当咱即摆伫网络抑佫拢会当看到安尼。迄个时阵拄着一个时间点，就是差不多拢已经做准备做好啊，吼，阮要甲囡仔的迄个。伊喘气的迄条鼓，吼，甲挽掉安尼啊，咱咧讨论，阮咧讨论讲，谁要来陪伴囡仔吼？伫即个时间安尼啊，爸爸就讲伊要陪伊，吼，妈妈嘛就想要陪，毋过妈妈感觉讲伊无法度伫病房内底安尼啊，迄个时阵为即个囡仔甲伊的即个讲慢起来的人是我，其实我无想足济，我想到的敢若是。即个囡仔，不管啥物时阵，若拢有爸爸妈妈陪伫伊的身躯边，迄是上好的。吼啊，毋过即摆妈妈无伫身躯边，其实我嘛毋是讲用足高傲的迄种想法去想讲，啊，我嘛是妈妈，我会当代替你。所有人的妈妈拢是袂当代替，但是我会当了解迄个心情，因为我的囡仔就甲即个囡仔，就是共款岁数，嘿，所以。我感觉我会当陪我的囡仔，我当然嘛会当陪别人的囡仔，只要伊的妈妈无反对吼。所以我毋是讲我要替代伊的妈妈，但是妈妈上悲伤啊，伫外口，我嘛是一个妈妈，我的囡仔嘛是遮尔细汉吼，所以我着来啊，而且我阁是医生吼，我是有资格会当帮助即个囡仔，甲即个已经对伊来讲无帮助吼，嘛互伊袂舒适的物件会当摕起来，迄嘛是我应该爱去做的代志安尼吼。所以即个相片内底。这个人就是我吼啊！我想要互大家听爸爸讲的话吼，所以咱差不多这个影片差不多10几分钟，啊，我互大家为差不多7分钟的所在，咱看1、2分钟安尼。他就像关在一个箱子，他那个想法都不知道，对吧？出不来，对啊，唯一的方法就是让我们帮他打开箱子，对，他说我觉得做这个决定很难啊，我觉得这个大家讲起来都很轻松，对，但是要签那个字。住进加护病房1个月之后，父母为品品签下了撤除卫生设备同意书。就是您我和您之前但是要提供就是很多因为我之前签了这个资料都已经好做这个做测出的生意虽然它的实际上不是那么复杂，可是你要面临一个处理病人的不舒服，处理家族那么多成员的这些心理、灵性上的问题，对他们的团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现在已经先把它拿掉，准备到相关的。然后当那个是什么？
他迎接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在最后的时刻也陪伴着他，大手牵小手。爸爸真的要陪儿子，要让他走到最后，不要让他一个。对要经过这个过程的家庭来讲，所有的一切拢就无容易的。但是无容易嘛是爱面对，安怎伫即个咱像所有的物件拢塞伫涂骹的即个时阵，有一寡物件加减嘛是会当甲因信的，吼，迄就是我伫即张顶悬写的迄个生之意义，吼，所以生之意义毋是讲叫你搁喘一口气，也是叫你搁延长你的时间，吼，即个生之意义就是讲有生必有死，必有死，吼。但是即个死就是无去的意思，敢真正是所有的物件拢无去吗？就算即个无去，一定是咱爱面对的。咱会当伫即个无去的事实以外，咱会当互上济物件会当留落来无？就算咱是流目屎，家己留落来的，迄嘛是足珍贵的一寡物件，迄是足贵重的一寡物件，迄是医疗团队应该爱去重视的物件，这是即个家庭因应该爱有机会会当留落来的物件吼，所以这是阮伫做遮的即个照顾的过程当中吼，会去做处理。啊，头拄仔伫内底讲话迄个小可白头长的，就是我的师傅吼，伊带我即路吼学这所有的代志，啊，伊嘛有讲着吼，虽然讲实在，对医生来讲吼，我要甲药啊停落来，我要甲即个讲慢起来，吼，还是我要甲啥物迄个开关甲熄去，吼，迄拢是一个足简单的动作。毋过咱敢袂使重视做即个动作背后的即个意涵是啥物？做即个动作的时阵，每一个人感受是安怎？咱应该爱伫啥物时间点，用啥物姿态，做啥物准备，吼啊，甚至即个速度甲方式，吼，若是尽量会当互即个病人也是家庭去选的，咱就是尊重因的安排。啊，阮是做协助甲配合的，吼，这是阮伫即个过程当中感觉足重要。啊，这就是咱讲，人的照顾就是安尼，吼，咱毋是去甲一个专业甲完成，咱毋是甲一个目标去完成，吼，咱就是做人需要的代志，吼，这是阮伫即个照顾内底会做的，吼。啊，头拄仔咱拢讲，你要走的病人，也毋过你做的遮个代志，人的照顾，人的意愿，吼，互人的身体会当轻松，心理会当安定，吼，伊的关系会当好好啊处理，吼，伊感觉生活，吼，即个过了有意思，有滋味，吼，遮个代志就是本来就是安宁照顾咧做的，但是伊哪想嘛无一定干啊，会当做伫目前的病人身上嘛，吼，应该其他的人若是因为健康的因素，因为病情的因素。受苦的时阵，嘛是会当用安尼照顾的方式，所以即摆大家去看到，阮即摆的名变长啊，吼，阮即摆名叫做安宁缓和医疗，吼，啊，这个缓和的意思就是讲用安宁的即个做法，毋过咱会当毋领顾别个病人尔，咱连其他，比如讲感情呾咧做治疗的病人，伊会咧吐较足厉害吼，伊有一寡心内的即个焦躁吼，还是讲伊有一寡迄个惊吓吼，咱嘛拢会当甲伊陪伴吼，陪伊去讨论，啊陪伊去想出一个办法吼，伊的日子会当较好过的安尼，这就是缓和医疗吼，阮咧做的代志。那加上即摆咱拢知影吼，咱就是一个超高龄的超高龄的即个社会吼，所以咱即摆毋仅是病院内底爱有安尼的照顾，咱社区内底嘛爱有安尼的观念甲照顾吼，所以即摆咱拢知影讲，毋仅是咱知影，我家己拢安尼想，我嘛希望大家安尼想，就是讲吼，人生拢是选择吼，你若想要活到即摆可能。80岁嘛真济，你想要活到100岁、120岁，你可能就爱接受，你可能一定会失智安尼吼。所以咱的环境吼，咱对遮个代志的了解吼，会当搁较深入无？咱会当搁较
优先无吼？安尼因为未来这就是咱要生活的这个社区甲社会安尼，所以咱即摆就拢会学嘛吼，咱会甲咱的附近的国家来学吼，比如讲咱讲日本甲咱吼就相近的吼，嘛有真济发展吼，就是甲咱真相像安尼所以咱都会去看日本吼，一寡发展安尼所以阮医疗人员嘛会去日本吼。这是我分享互大家吼，咱讲。一个优先吼，优先毋是一种概念，嘛毋是一种口号安尼尔吼，伊是真正爱做到吼，咱真正了解人伫安尼的状态的时阵吼，伊需要安怎过日子。咱的环境，咱边仔的人嘛拢知影安尼甲伊做伙过日子，毋是配合哦。即摆咱想要追求的，毋是别人去配合照顾者，也是亲人，嘛毋是亲人甲照顾者去配合病人，无人需要去配合别人。病情也是讲有年岁了后，咱就会拄着遮个代志，迄是必然，伫倒一个国家拢共款。但是咱有法度互少年人、细汉囡仔，也是讲无病的人，也是有病的人，有退化的人，甲无退化的人，逐个人拢会当好好生存伫即个社区内底无？这是咱的愿望吼，咱希望咱期待咱的社区甲社会会当变成安尼吼。所以甲大家讲两个，这一个是伫东京吼的郊区吼，这间诊所叫做小平诊所吼。这个小平诊所吼负责的医生吼，就是迄张吼，我有甲伊的名写出来，叫山崎张郎医师，伊嘛是一个作家吼，伊写的一本册叫《最后的尊严》吼，嘛是足有名的吼。我阁有去买迄个二手册吼，去互伊签名，互伊签名，阁早转来阮的病房吼收的安尼吼。迄个。上早期吼，比如讲台湾的迄个安宁的老师吼，40当前就开始做吼，伊拢甲伊足熟的吼，伊拢叫伊张郎医师吼，就是迄个张郎安尼，大家就拢会记起来安尼吼。伊足特别的，伊是一个外科医师，伊外科医师做出来了后，发现讲人吼嘛是迄病情安怎治疗吼，总是有一天吼，就爱陪伊走吼，30当了后，50当了后要陪伊走，咱都毋知影要安怎陪人走，会当好好陪伊走吼，所以伊就为外科医师变成嘛做安宁的医师，伊后来伫病院内底嘛是负责安宁病房，后来伊甲我讲病院内底安宁病房，阮也有一寡规定，虽然安宁病房已经是一个上袂有足侪。奇奇怪怪规定的所在啊吼，毋过伊还佫感觉是病房的照顾就是足素白的吼，所以伊就甲伊的朋友吼是一个设计师吼，伊就伫即个社区的活动中心吼，所以足大的吼，阮徛翕上迄个所在吼是社区的囡仔会当袂来踢骹球的所在安尼吼，囡仔的即个幼稚园啦，也是讲艺术的迄个治疗的所在吼，做艺术的一个。所在啦吼，也是老人的公寓啊吼，也是安宁的诊所啦、护理所啦，吼，拢大概做伙伫即个足水的所在做伙生活，吼病人伫倒位，就是出去甲看安尼吼，嘛袂叫病人来遮吼，就是出去甲看吼所以这是阮毋过上互阮感觉上厉害的，毋定是遮个代志尔吼，大家有看到即张，有看到倒手边顶悬即张，迄是啥？温泉吼，嘿迄个风景足水的温泉吼，这毋是伫日本倒一间饭店，迄就是伫小平诊所内底的温泉，也是咱讲浴堂吼，迄个日本有迄个咱讲浴场文化安尼吼，所以对伊来讲，这温泉毋是干那泡泡的轻松尔吼，因为因足特别的一个文化伫内底吼，所以逐个人吼，逐工下早起来吼，时间到吼，遮因为伊嘛是伊虽然是去病人厝里看，毋过嘛有一寡老人的迄个公寓，也是讲有一寡人会加减会当来遮住几工吼，伊就会当去挂家己的牌吼，时间吼，就是要去用即个温泉安尼吼，所以迄个时阵阮就开始问吼，问讲阮若未来想要大吼，啥物时阵爱排队吼？拢已经排袂着啊！即摆互大家看相片，拢是排袂着啊吼。佮大家介绍另外一间叫做银木溪吼，英文叫 Silverwood 吼，嘛是伫日本吼，伊伫足侪日本的县市拢有吼，嘛是排袂着啊，所以恁行前就好啊吼，我嘛干来当行前尔吼。
这张相片吼，这就是我吼甲我迄个时阵，迄个阮伫基美家己学科的学长吼，伊会带阮去日本的吼。是安怎阮会表现讲伫遐遐尼轻松会当摕安尼吼，是因为阮去看的迄间吼是迄个就是正手柄吼上顶悬吼遐的迄个新闻内底吼有一张上水吼，外口有树仔吼，阮是去东京迪士尼边仔的迄间去看安尼阮要入去的时阵，我就看到一个长辈，伊就塞一个小推车，吼，伊就出来呀。阮是医生，尤其是阮拢是老人科的医生吼，我一看就知影，即个起码吼是重度的失智，毋是轻的，毋是中的，是严重的，吼。所以我就想讲，安尼伊出门边仔应该有人对，吼，我就伫遐看，无人，佮看3分钟无人，佮5分钟无人，无即个老大人是家己。走出来，偷偷走出来嘛吼，较紧入去甲问吼，因就讲，哦，无人会对伊出去哦，吼，阮就足好奇的想讲，哪会安心互伊安尼出去？吼，伊讲伊即个时间拢会出去，所以毋是失智到上尾期，就会完全毋知影时间，迄通常是因为伊爱配合照顾者，就是咱讲正常人的时间，所以伊本来就咧乱佮为着要配合咱。吼，即个压力互伊愈乱安尼吼，所以乱甲伊后来伊就无法度去有家己一个时间的迄个表吼，迄可能甲咱一般人的时间拢无共吼，咱只要会当互伊过伊要过的生活，其实伊的功能、伊的表现、伊对家己的保护。都会较好，好足济吼佮而且讲迄个社区吼，因为囡仔嘛会要来吼老大人就算是即个失智，伊嘛是会出去吼，所以社区拢知影讲遮有遮的人做伙住吼，所以若真正，比如讲伊拢是伫下晡4点出去，吼6点伊嘛知影要转来即个伊住的即个所在吼，款饭吼伊若无转来吼别人来甲伊捡转来安尼吼，所以。这是一个，其实这嘛毋是啥物即个所在较做会到的。其实阮咧做遮的科别的照顾吼，就知影讲，其实这是阮即马嘛毋是上新吼。其实阮已经遮的照顾吼，拢起码5档10档以上吼，就侪遮的领育的老师吼来甲阮教讲，其实爱安怎处理包括讲遮的即个。应该爱安尼做的遮个代志吼，毋然是伫照顾的所在，其实伫阮医疗内底吼，包括讲就算伫病院，就算是医生来处理，嘛爱拢捌遮个代志吼这就无容易吼，毋是随讲咱拢有遮个概念嘛，咱知影应该安怎做较好随就会当做到，包括讲每一个人的想法爱会当改变，搁来咱的即个政策甲资源，甲咱即个空间吼，即个。设计吼，这拢爱豆豆啊改变吼，所以这一改变落去，要到咱的理想吼，这起码爱等几落10档所以就有人会问阮讲，恁拢讲的尔，反正阮即马嘛得袂着吼。重点毋是得袂着，重点是一个人加知影，2个人加知影。咱毋是讲随着爱有遮好的所在，但是每一个人拢有可能需要别人照顾，每一个人嘛拢有可能照顾别人。咱若拢有安尼的观念，咱伫家己的厝里，咱嘛会当创造上安尼照顾的方式。其实病人甲照顾者是相依我的，病人愈轻松，照顾者也愈轻松，照顾者会当甲家己顾了轻松，病人其实嘛就轻松即件代志实在是就特别的毋过伊确实就是安尼，照顾毋是一件容易甲轻松的代志，毋过伊会当安尼，咱来去进步这嘛是伫我册内底的故事就是因为头拄仔咱讲日本会当安尼讲，台湾会当无其实有的代志袂当讲伊足简单但是你若了解了后，你自然就会找到方式，应该是安尼讲那这是阮安宁期间咧照顾的病人，伊嘛是一个失智的长辈，安尼就知影安宁期间一定是照顾失智末期的病人迄个时阵，伊已经咱知影讲失智末期的病人，伊的吞的能力会变了就无好，所以咱通常袂款迄个足水的物件迄个互伊啉咱可能拢互伊食一寡较有一寡黏落的较袂互伊水去砸着安尼咱会去安尼处理伊的饮食伊嘛是共款所以厝里的人款物件互伊伊嘛是豆豆仔食，爱食足久，食1点钟安尼所以伊嘛真久，伊是一个足爱啉咖啡的长辈，毋过伊足久无啉咖啡安尼。迄摆我去看伊我甲护理师做伙去看伊。
啊是安怎招伊啉咖啡的？是因为即个病人阮顾足久，差不多顾2、3冬啊吼。啊一开始是我去看伊，后来阮医疗团队有当时啊会改换迄个阮看的迄个所在吼，所以后来是我的学长吼接手吼顾伊顾2冬。啊迄摆拄好我的学长无闲，佫无法度去看伊，伊需要药啊吼，我就去看伊，甲顺顺的开药啊吼啊。就去先说嘛，甲伊开讲一下吼。啊，迄个时阵伊就看到可能搁一个新的人来吼。啊，其实学长逐摆去，逐摆嘛拢是新的学长啦吼。对伊来讲是安尼啊吼。啊，毋过伊就看到讲哦，即个女生吼，啊，其实即个是上旧的吼，因为是第一摆甲伊见面了，拢无甲伊见面的医师安尼吼。反正嘛，紧来伊新就新啊吼。伊看到新的医师就心情好，伊就想要招人啉咖啡安尼吼。啊，阮就想讲啊，阮逐个拢伫的吼，治疗师嘛伫的，护理师嘛伫的吼。啊，阮就陪伊啉看咖啡，啖一喙嘛无要紧，伊欢喜就好。所以就伫遐咧传咖啡吼。啊，迄个时阵咧传的时阵，就问伊讲吼，安尼你是要啉乌咖啡？啊，是你要啉拿铁，吼，要加牛奶无安尼？啊，小妞要安尼甲问，因为伊本身是爱啉加牛奶的。要毋过，我的学长伊咧健身咧减肥，伊拢啉乌咖啡。啊，所以后来因进前要搁有咧啉咖啡的时阵，吼，即个病人拢配合医师啉乌咖啡，吼。啊，问大家一个趣味的问题，吼，即个时阵伊已经搁行到失智的末期啊，吼。啊，以你对失智末期的了解吼，你叫伊选咖啡吼，伊是会选伊家己加牛奶的咖啡，还是伊会选伊即2冬拢陪阮学长咧啉的乌咖啡？加牛奶咖啡。加牛奶的咖啡，理由是啥？理由就因为他近视失忆的时候，就他失忆症的时候是对以前的事情会记得，可是他对于现在的部分没有办法进到长期记忆里面去。是，伊较会记即过去的代志嘛吼，啊伊嘛较会记即家己的代志尔，所以我想现场应该拢要讲伊要啉加牛奶的较济，其实我嘛是安尼要，啊毋过伊甲我讲伊要啉乌咖啡。你若伫迄个现场，你目屎真正会淋落来，因为迄表示安怎？就算是失智的人，其实伊逐摆看我的学长，伊嘛是拢感觉这新的医生，毋过伊会记即迄个感情。伊会记即迄个画面，伊会记即咖啡这2字走出来时阵，就是爱啉迄香香乌乌的迄乌咖啡。过来，搁较互阮搁较感动的是，好咖啡传好啊，要啉咖啡啊，吼啊，就想讲伊足久无啉啊，吼嘛毋是芳互伊啉尔，就大家坐落来做伙啉，若伫咖啡厅共款的，啊，所以阮就坐伫伊对面安尼吼。啊，迄个时阵我嘛毋是刁顾伊的，但是就想讲吼。伊即摆嘛真正无法度出门啊吼，无咱就真正像咖啡厅共款，啊咖啡厅通常袂带病人去啉，咱会带朋友去啉吼，啊朋友会有一个名吼，你袂叫伊病人，你可能嘛袂叫伊阿公阿嬷吼，你会叫伊一个名安尼。啊，迄个时阵我就想讲，本来是想讲要叫伊的名，后来佫随想着讲，因为伊少年的时阵，伊是开一个公司吼，伊是咧做迄个动物的药品的董事长。啊，所以迄个时阵就雄雄，我是雄雄，我毋是条狗，我雄雄想讲要叫伊的名，啊，毋过平常时较早吼，人拢叫伊姓杨吼，拢叫伊杨党的，啊，所以我就甲叫伊杨党的，吼，杨党的打叫了，杨党就变无共啊，吼，杨党的眼神拢转来啊，吼，杨党手就摕出来啊，吼，咖啡杯啊家己摕吼，过来毋领咖啡家己啉，无30秒，即杯吼就是即种咱讲的即种小钢杯。哦，第一杯是阮护理师佫抢转去啦，吼伊无放心啦，吼爱过来佫家己啉2杯，啉煞了后，淡薄仔伫边仔行，吼减个30秒、1分钟、3分钟了后，吼伊执着，吼，医疗上个延迟的迄个会执着的即个问题，拢无。好，所以你互即个退化的病人欢喜，你顺伊会当做的所有的代志顺势去做，吼。你会发现讲，哦，迄真正是足神奇的吼，就是你的照顾会当做到安尼，吼。啊，毋过咱若甲所有退化的病人，吼，拢叫伊用共一个
时间表吼，时间吼，即个时阵爱食啥，即个时阵爱食啥，即个时阵爱去休困，即个时阵爱起来活动吼，安尼着真侪人吼，毋领无法度变成是安尼吼，无法度表现是安尼，毋是变成是安尼，无法度表现是安尼，甚至伊会比伊原本即个病情应该爱有诶能力搁较低，因为。伊本来要做到伊家己自然会当做的，就已经足不容易啊！你搁叫伊去配合另外一种方式，吼，所以伊本来可能原本还阁会当做到安尼，伊就会阁功力会阁力愈加吼。所以即摆咱愈来愈知影吼，其实上这嘛是迄个安宁照顾的一部分吼。啊，因为故事足侪吼，绝对是一定讲袂了的吼，所以爱先挑一个吼。头拄仔遐讲的啊，毋是，我爱先。头拄仔遮边仔迄个相片无甲大家讲着，吼，迄是林家边的。即个故事嘛是足特别的吼。这是一个本来是阮安宁之家照顾的病人，毋过因为是住伫厝里，伊就是住伫护理之家安尼。啊，伊本身迄个工课是总铺师。啊，伊有一个愿望吼，就是伊知影伊伫要离开啊，毋过伊足感谢护理之家的工作人员甲伊照顾。所以伊想要办一桌，吼，啊，伊嘛知影家己无法度办一桌啊，所以伊就要传伊感觉上好食的即个蚵仔面线甲味噌汤，吼，来办桌安尼。啊，毋过伊已经无气力会当煮食，吼，啊，所以迄个时阵护理之家吼，就嘛是足好的，吼，伊就同意讲吼，遐个客厅吼，就迄间就变即个厨房安尼，吼，啊，甲大家介绍吼，煮饭的人是啥吼，因为总铺师已经无法度起来煮啊，吼。即个是阮的安宁之家护理师，吼，即个是阮的社工师，啊，这社工师本身嘛是即个，伊若要去做投资，我感觉嘛是会使啊，吼，啊，这是阮心理师，吼，所以看顾病人去煮菜安尼吼。啊，毋过这上重要是安怎？上重要其实嘛毋是讲伊迄个愿望会当达成，也是讲恁迄个心理师无做心理师，去伫遐摕话啊，吼，要煮味噌汤吼。重点是，迄是一个出发点。咱先知影伊要做啥，其实上伊啉咖啡足欢喜，啊，我医生伫边仔看啥，我足随着知影，吼，即个病人安怎食物件，吼，我毋免调故意叫伊表现互我看，吼，我着自然甲伊生活的时阵，我所有要做的评估，我拢已经做了啊，我所有要做的计划，我嘛拢已经做了啊，吼，啊，着伫生活当中我着做了啊，吼，啊，迄个煮饭嘛是，啊，煮吼，迄个。菜谱吼，着爱问啊足清楚吼。煮了后，阮着摕一碗吼，去总铺师的边仔，啊，毋是要甲伊做伙食。其实迄个时阵，阮知影伊已经差不多啊，应该迄天也是假日，伊就会离开吼。啊，捧去伊边仔是安怎吼？是迄个足尊敬的捧过去吼，爱总铺师讲即个味道吼，较会当上桌安尼吼。啊，伊着澹一喙讲有着，就是即个味。会使上桌，伊呾澹了，伊呾舔一个头，讲这就是伊的滋味，伊就过身去啊。伫伊上满意的滋味，伫伊愿望达成的时阵，伫边仔的人，毋是咧教伊食一粒药啊，是咧教伊做伙煮这菜的时阵，伊过身啊。阮就是希望讲每一场的照顾，吼，拢会当尽量做到安尼。啊，毋是要去强求讲一定是安尼，但是你愈有即种观念，你就愈袂去测试，吼，你会当介意安尼过上后一秒钟，还是上后一天的迄个日子安尼吼？这是迄个头拄仔无讲完的吼啊。迄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吼，我要中间可能有几落个故事爱先跳过，啊，毋过有真侪故事嘛，拢有写伫。这是我第一本册吼，啊，第一本册内底的迄个故事吼，嘛有一寡故事今仔无法度讲吼。啊，头拄仔讲，可能今仔的分享会小可讲着讲，我是安怎会去读法律吼。大家敢知影讲，你若一般听讲医生去读法律的原因理由是啥？吼，惊风过啊，吼对，问到倒位拢即个答案，讲实在，迄嘛是事实啊，吼。差不多10几年前就开始有医师去读法律，啊，真正就是惊互人过安尼吼。讲惊互人过，真正是足悲伤的一项代志。应该是讲吼，阮要知影讲医生的责任是到倒位，啊，法律安怎来规定医生的即个义务应该爱做到倒位，吼啊，医生爱了解。
即块阮爱甲阮的责任做到。啊，毋过一般的民众吼，甲法律人嘛，拢爱互相了解讲，这是医生做会到的，还是这是病情自然的影响，大家爱甲迄责任讲互清楚嘛，毋通拢撒互医疗人员头壳顶啦吼，是安尼吼。啊，我毋是因为安尼啦吼。啊，我嘛毋是因为在做即个安宁的照顾吼，因为安宁的照顾伊嘛有一寡甲法律有关系的所在吼，嘛毋是因为安尼，我是因为安宁照顾已经做一段时间了后吼。啊，迄个时阵，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家庭医学科的医师吼，所以头拄仔有分享，我嘛有做一寡老人照顾吼，甲家庭医师应该爱做的代志。啊，每一个医学中心拢会有足侪吼，比如讲家庭医学科，伊伫社区内底吼，阮可能嘛爱做的一个服务无尔，一定是看病人安尼尔吼。啊，伫基比病院，阮拢会接一个工课吼，就是伫迄个台南的看守所甲监狱吼，迄个。监狱，监狱，是要安怎念咧吼？这是监狱吼，多谢吼，嘿，总算会当念会着啊吼。伫遐看诊，啊，所以我嘛会去遐看诊安尼吼，嘛看真长的一段时间。啊，迄个时阵其实拄好，我第一本册写完，差不多一2档了后，出版社问我讲，伊邀请我讲，咱搁写一本吼。啊，我嘛有甲伊答应，毋过我一直写袂出来，毋是无故事。逐工拢爱照顾病人，拢有故事，写袂出来是感觉安怎写拢甲第一本共款，吼，着莫阁浪费出版社的迄个资源吼，来帮我出第2本册吼。我希望第2本册着算咱要阁写人的即个议题吼，咱会当阁写较深的安尼。啊，所以迄个时阵我着一直毋知影我要写啥吼。啊，着到即个故事吼，即个案件，吼，伊已经过去几落冬啊，吼，所以即个案件无着靠伫台南有人知影，北门病院遐有进前互火灾，吼，啊是有人纵火，吼，啊，即个放火的人嘛是一个住伫内底的病人，啊，我的故事就为遮开始，吼，我伫迄个。看诊的时阵，吼，迄个时阵已经是倒案啦，吼，啊嘛已经互压起来啊，啊伊定定巴肚疼，吼，伊是一个大肠癌末期的病人，吼，即个患人是一个大肠癌末期的病人，啊伊定定巴肚疼，伊就来挂我的诊，吼，啊毋过伫迄内底看诊，吼，定定一个病人嘛是干那会当看3分钟尔，吼，伊就用带转去啊安尼，啊所以伊讲伊脚疼，吼，伊讲伊落屎，吼，我着开遮个药啊，互伊，啊伊是安怎？着开遮个药啊，互伊讲实在，迄个时阵吼，我嘛是一只菜鸟啊，吼，啊病人讲啥物镜头，我着处理啥物镜头。其实迄个时阵，伊遮个镜头拢毋是一般微长的镜头，伊是因为大肠癌末期的镜头拢无人甲伊处理，吼，伊较会安尼。啊，我是到几落冬了后，雄雄有一天，佮想起来伊的代志，吼，我着甲伊的后来新闻就是讲，伊互人判死刑，啊，毋过嘛无等到死刑的迄个时阵，伊着过身啊，因为伊的大肠癌的末期安尼。啊，我是几落冬了后，雄想到即项代志，雄想到即项代志，毋是想到新闻，是雄想到我真正是一个无一家的医师，因为伊应该是癌症咧疼，迄是足疼的，迄袂当用一般的胃肠药啊去治疗。我想那迄个时阵无好好帮伊处理，但是已经袂赴啊，所有的代志拢袂赴啊。吼，我著去调伊的判决书出来看伊的故事到底是安怎，伊的故事，互我看起来足悲伤的，因为伊大肠癌末期，啊，伊嘛无啥物钱，伊厝里的人嘛无甲伊支持，所以伊无得到好的医疗。伊规工除了巴肚疼，甲拢哪想车交过以外，伊因为一直咧落屎，24点钟拢咧落屎，所以干那会当坐伫马桶顶悬，啊，迄落爱七尻川尻川拢无一块好被，伊的日子是安尼过，所以伊逐摆为变数出来的时阵，伊就足郁卒的，伊就爱剥薰。啊，咱知影，咱台湾人的习惯，剥薰拢剥两喙，就单调，吼。啊，你着用骹甲伊打的，吼。啊，有当时啊，就无安全嘛，无失去。啊，迄个细金病院，吼，咱知影讲病院内底有足侪会烧起来的物件。啊，讲实在，伊嘛真正
有做，吼，伊应该爱负责，因为伊有看到伊烧起来，但是伊无去处理。但是伊毋是哦，伊我会感觉讲，迄个故事互我，迄个感受足复杂的，就是伊甲真正新闻顶悬咧报的其他，就是故意要杀人、故意要放火的人无共。伊是苦甲你嘛无法度去想伊的心情，甲伊的处境大概是安怎吼？其实迄个时阵我伫咧想讲，咱若是出事，吼，拄着安尼的代志，咱若真正就是想伊安尼，咱是会做好代志，还是咱是会做歹代志？这是我第一个想到。第二个是，伊应该是真无幸运，吼。虽然伊无资源，但是台湾加减有健保，伊若拄着一个了解癌症末期的病人，疼爱安怎处理，镜头爱安怎处理的医生甲医疗团队，无得靠我毋敢讲保证，无得靠伊袂变甲安尼。遮个苦，甲遮个讲袂出来，迄种无甘愿，也是啥物任何搁较激烈的即种情绪，袂甲伊带位即条路，而且搁12个性命陪伊做伙走。迄毋是救一个犯人尔，迄是救13个人。我想到遮个时阵，我毋敢搁想落去我想讲，我只是要来做医生尔。我有法度吗？我敢真正有能力吗？吼，会当做到安尼？但是我就开始产生足侪问题。吼，我就想讲，到底陪伴病人，到底照顾病人，到底陪一个人，到底陪一条命，迄是叫做啥物？医疗无法度回答我心内的问题。吼，所以迄个时阵我较会去读社会科学。吼，其实我有想过啦，吼，要读啥物社会学啦，吼，也是即个法律，也是啥物，就是我想要去读社会科学，我想要搁较了解人的处境即项代志，人的存在即项代志安尼吼。毋过迄个时阵就考虑讲，我嘛毋是为着伊一个案件去读的，我读了阮也是爱甲遮的能力吼，甲摕转来医疗的部分，会当对大家做有帮助的代志吼。所以迄个时阵，其实伫医生嘛有真侪人去读其他的迄个伦理啊、哲学啊吼，也是讲社会学。毋过迄个时阵较无医生，毋是因为医疗的官司即个主题去读法律的，所以迄个时阵我就选法律去读。嘛足幸运的吼，就是读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讲，家己真正是有兴趣吼，嘛对对我家己心内的即个疑问吼，嘛有帮助。对我一直爱伫真受苦的病人甲家庭身躯边去做即项工课，对我来讲是有帮助的吼。所以这是我是安怎去读法律吼。这就是我的第2本册吼，伊有迄个。就是今年有互陈品啊金石堂吼有选出来文化部嘛有选出来吼，即马有翻译一个介绍吼，去互外国的人知影安尼吼即本册吼，就因为即个判决书看了后，我发现讲安尼我知影我要写啥，我要写遮个人的人生，拢袂互人，拢袂有人去甲伊记掉的。但是对我来讲，我眼前的每一个生命、每一个人生，伊拢是同款重要的。所以我敢若会当写一部分，因为我是为医疗照顾的角度去写。但是所有的人吼，咱即马就毋是特别讲头拄仔迄个犯人的故事吼。所有的人伊拢是人，人头前挂啥物字，迄拢毋管。所有的人拢是人，所有的人拢有一个故事。咱若会当看到人的形影，咱也会当看到人的故事，咱也会看到每一个人的一生拢偌无容易。遮个代志应该有值得，我若会当写，我应该爱甲伊写落来。吼，所以毋但是即个故事，包括讲我去南树的迄个离岛吼做服务吼，拄着的这故事嘛，拢甲伊写落来安尼。就是希望讲。写即本册毋是叫人看这20个人20个故事尔，我嘛想要甲大家讲，嘛想要甲我家己讲吼。不管是我家己、我厝里的人，还是我照顾的病人，还是每一个看到即本册的人，你拢会当去感受到，你就是迄个上重要的人。只要咱每一个人拢有即种想法，吼，咱就会当互咱家己嘛，互咱边咱关心的人，还是咱工课内底拄着的人，还是咱伫即个社会上会互相相处的人，咱拢会当安尼看伊，吼，即个意义应该是足大的。这较是真正吼，我伫要分享了吼，我伫即本今年出的册内底吼，即摆的册咱拢会邀请一寡
老师吼，还是前辈吼来帮咱写书吼。啊，我有请3位老师来帮我写吼。啊，我请因3位嘛就感谢因3位有答应我帮我写吼。啊，我邀请因3位是因为对我来讲，安宁照顾就代表这3项代志吼。啊，倒3项代志。第一篇是陈英兴老师帮我写的。吼，啊，若大家人对台湾的历史、医疗的历史小可有了解，就知影讲，伊毋仅是医师，精神科医师，伊做真侪人权的文化相关的社会运动，吼，即个推杀安尼，吼，所以伊帮我写，吼，啊，就是咧写，其实呢，伫生命要离开的时阵，就算是上后一刻，嘛拢活了想家己，毋是想啥物标准答案，毋是想啥物活了水水也是安怎，就是活了有家己的滋味，活了有家己的声势，活了有家己的意志，就是这是上重要的代志，吼，所以这是安宁照顾的普世的即个。阮的一个理念吼，迄应该嘛是每一个人，所以安宁照顾毋是啥物互你选吼，既然安宁照顾就是讲要互你活了上你家己，好好活到上后一刻，啊，互你会当舒适，心内会当平安安定，这应该是每一个人拢绝对会当得到的一种照顾吼。第二个老师是马来西亚的老师吼，伊是为殡葬业出身的。啊，伊后来关心家庭，关心悲伤，伊有来台湾读硕士，甲阮安宁照顾的医疗人员拢真熟。吼，我邀请伊帮我写，伊嘛是一个作家，写足侪册。吼，咱咧讲关怀，啊，关怀毋是我关心你讲两句话，即个关怀是真正甲你藏在我的心内。所以重点毋是做啥物答案是对的，重点是不管咱会做啥，其实伫安宁照顾内底，搁较侪时阵是你真正啥物拢做袂到。你就算陪伊，你想要甲伊讲话，伊无一定想要开嘴甲你讲话，但特性是安尼，咱是毋是会当互咱陪即个人拢感受到爱、甲理解，毋是孤单、甲惊吓，吼，这是关怀。第3项重要的代志，吼，嘛足荣幸的邀请到医疗人类学家即刘少华老师，吼，帮我写，啊，伊帮我写即篇书，吼，互我感觉迄个。写了伤好啊！吼，我的迄个文字吼，伊用小津安二郎甲四肢愈合吼来去做形容吼。啊，毋过确实，因为咱拢知影，即2位日本的导演，伊拢翕家庭的故事，啊，我写的嘛是家庭的故事吼。伊就咧写讲，安怎？伊感觉我客有当时啊客千里行，有当时啊客放大镜，有当时啊哪远，有当时啊哪近。但是不管是安怎，拢是咧接近吼每一个人。受苦的人吼，伊毋是无值得看吼。受苦的人，阮若是需要咱家己看做是一个甲咱共款的人，这是最重要的吼。因为咱若感觉有一寡状态较是好的。有一寡状态，较是咱要追求的，咱若无法度到迄种状态，咱就会感觉搁愈受苦，吼。所以咱安怎接受当下迄个存在的状态，迄是最重要。伫阮安宁照顾内底嘛是，吼。啊，这是第3项，我感觉安宁照顾内底最重要的代志。所以即几天吼，若是有机会会当像安尼分享，还是讲有即个采访吼，还是有即个节目吼，我拢会去。会去讲一寡遮安宁的故事吼，甲一寡安宁的即个概念吼啊，遮其实大家若是伫网络顶悬拍我的名吼，应该拢会当看会着、听会着吼，遮吼。啊，毋过安尼做几落当了后吼，我就搁感觉讲，还佫无够吼，就是讲你知影吼，虽然咱平常时是袂去特别看，但是你若看即种节目吼。拢嘛无偌济人咧听，吼嘛无偌济人咧看，吼，所以我感觉讲，尤其我伫台南，有当时啊要录一个节目，还是啥物，就爱走台北，吼。重点毋是我辛苦，重点是遮拢做出来，上辛苦的是做这节目的人，拢做出来啊，毋过还佫传袂出去，吼。逐个人讲恁无讲，我无讲吗？我若安尼走，就表示我的老师，吼，我的学长，我的学姊，逐个人拢安尼走，毋过无人看，吼，就是讲。安尼咱应该爱搁进一步搁做啥吼？所以我上后要讲的就是讲，是安怎会有版本册店吼？迄个时阵我就是嘛开始咧做即个，咱即马知影吼，有力的医疗决定吼，即个法律通过了后吼，病人自主权利法吼
通过了，我嘛做即个法律的帮忙，塞即个法律，互大家了解吼，啊嘛有咧做即个有了医疗决定的即个甲民众的讨论安尼吼，啊咱即马知影吼，有签的人还佫足少的吼，也想讲到底是爱安怎吼，爱互人愿意吼。第一个问题是吼，咱伫门诊看迄份白纸黑字的物件，其实是足无聊、足无意思，嘛无法度一点钟，甲咱的一世人拢上好明白吼。迄毋是叫做签要差毋差尔，迄叫做甲你的人生上好明白。啊，你边仔的人袂去甲你创伊的主意，吼，这毋是签迄张来咱解决的代志。我第一直想讲。安尼是要安怎吼？比如讲，迄个节目嘛无啥物人听，啊开一个演讲，真啊一间多谢大家听着、看着主题要讲安宁要愿意行别来，吼啊，毋过会当行别来嘛，甲百几个人尔，吼，敢有一个自由自在的所在伫社区内底，咱有当时啊行别去，啊伊嘛毋是主动塞这来互你签，但是你别去，你着感觉讲，你若拄着性命内底拄啊好。感觉有即个目镜的照顾，你足惊吓，你毋知影安怎做，还是你是一个悲伤的人吼，也是讲你想要对遮个代志有了解，毋过你毋是想要总别去签尔，你想要想看觅，你想要讨论看觅啊，你想要自由自在的来开讲讲啊，有死就有死，就有生就有死吼，不管是咱讲的是生的意思，还是死的意思。敢有一个安尼的所在吼，所以迄个时阵我就想讲，要行出病院，有一个安尼的所在，互社区的人会当别来吼啊，所以迄个时阵嘛是有真侪机缘吼，伫外国开会的时阵，就看到讲像新加坡吼，还是其他的所在，有人嘛咧做足相像的代志，吼啊，甲这因的经验吼，甲收起来吼啊，有一工就想讲好，我要开一个所在，因为爱开门嘛吼，民众爱别来。啊，毋过开门开伫遐嘛袂当，伊家己爱会当安怎饲家己吼？伊应该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店，啊，伊爱饲家己，啊，所以我爱卖啥，啊，卖啥是为着要互民众会当愿意别来，所有的人拢愿意别来，迄是上好的。所以一个所在，互你感觉上轻松，你上会招朋友去的是啥物所在？食物件的所在嘛，吼。啊，毋过我嘛毋是每一项拢会晓啦吼，我会晓做医生，我嘛有读法律，但是我就袂晓煮物件，我嘛袂晓煮咖啡吼。我若袂晓遮个代志，无法度换遮个即个业务，我就无法度互伊好好啊维持即件代志，即个梦想嘛毋免做啊安尼吼。所以我爱找一项我有法度顾调的物件。啊，大家今仔听我分享就知影讲，我嘛是一个读册的人，是一个写字的人吼，所以卖册可能会使。啊，册店嘛无啥物迄落特别的色彩吼，就是讲，大家人你若介意，你嘛会当别来看册、啉咖啡，还是讲参加阮的活动吼，拢会使吼。啊，所以有的人讲啊，你着原在细汉着爱看册、搁写册吼，你一定是文青吼，你一定是文青想要开册店，你的梦想是毋是已经达成啊？我讲我一世人都毋捌想过讲我要开册店吼，啊，册店是安尼来的，啊，互大家小可看一下吼，就是即个册店是伫新台吼。无足远的所在，阮伫开元路的巷仔内吼，啊，若为伊巷院的后门行去是上近的，差不多行3分钟啊5分钟，就到是一间70几年的老厝，真水，有一个亭斗吼，啊，伊这个亭斗阁有一张摇头树，摇头树嘛有故事吼，嘛是写伫我即本迄个今年出的册内底吼，叫做杨德先生吼，这个先生是医生的意思吼，啊，是安怎有这个杨德先生吼，我特别讲完啦吼，歹势吼，佮甲大家延几分钟吼，啊，这是阮咧做活动甲工作的时阵吼，的这个相片吼，啊，希望会当接即个社区内底所有因为性命受苦，所有因为病情啊照顾受苦，想袂出答案的吼，也是讲需要人陪伴，也是你需要一个所在，袂感觉你足奇怪，而且好也是拢无要紧的所在吼，就是阮就是。嘛会当做安尼的所在安尼吼，啊，这是阮即个拜六吼要办的活动吼，这是作家吼医师，这是嘛是新台医学系吼我的学姐吼吴明明医师吼，伊主编的即个要互照顾者的一个文学的即个处方吼的即个册吼，啊，伫即礼拜嘛是要办即个活动安尼吼，要互大家看啥？啊，我若想无翕。
我的册店内底吼，啊头拄迄是外口吼，啊这是迄个，互大家看一下，歹势，跳上紧，看起来伊是叫我爱结束啊安尼吼，我上后是要互大家看遮，遮，就是今年啊嘛是安尼行吼，阮的册店已经是开2档啊吼，啊行2档了后嘛就。感谢真侪人来参加阮的活动，来互阮会当做落去吼啊！有遮做遮的代志嘛吼，迄个文化部有看到吼，今年是第一摆选台湾吼，毋尔干那选出版社甲册店，伊嘛有选一寡文化的据点吼啊。伊选101个吼，啊，伫台南有8个有选着，啊，阮的版本册店就有选着即个百大文化基地吼，要甲大家分享的毋是伫种即项代志，是因为有遮的机缘，我就有一寡资源吼，来当做一寡代志吼，所以若伫今年10月份迄时阵阮嘛去百大吼，佮伫台北拄着王金河医师的查囝，伊其实毋是来看阮的册店，是因为阮的册店吼有做一寡。公益吼，比如讲，阮有做即个春布吼，咧做的一个书套安尼书袋吼，册袋啊吼，伊就讲伊足介意布做的物件，所以伊是来看即个册袋啊，就甲阮开讲起来吼，较互相熟悉的安尼吼。这是阮今年有摕到即个文化部的资源吼，甲补助即个时阵吼，阮就办一个叫做希望的嘉年华。这就是要互即种庆祝的代志，就是要互所有的人拢会当行入来，所有的人拢会当讲你的话，所有的人拢会当表现你的行动。再来，阮要甲你讲的是，伫即安尼的活动内底，就算生命运啊有足侪的议题是足沉重的，足侪的悲伤是有目屎的，但是咱的日子运也是会当过。这是一个足重要的迄个阮想要讲出来的话，嘛希望大家人拢会当安尼去生活的迄种态度安尼吼，所以阮就有办真趣味的活动安尼，毋过这趣味毋是算过就算过啊，吼，这是。参加即个活动了后，后壁会有真侪物件留落来，留伫即个参与者的心内，甲伊的性命，甲伊的选择内底吼。天下杂志吼嘛有帮阮做一个写一篇即个文章安尼吼来介绍阮的遮个活动。边仔这4张相片吼，就是真有意思吼，真侪民众吼来参加阮即个活动吼，我应该。每年拢会办吼，希望讲每年会当见到大家吼，咱大家来做伙生活。对我来讲嘛，毋是啥物讲即个重要的议题吼，是重要的是，这就是伫咱的生命内底重要的代志。咱平常时咱会当来好好想遮个代志，好好来讲遮个代志，嘛好好来陪伴人，嘛好好来互人陪伴吼，这是阮咧想的代志。所以这是阮的迄个。册店的迄个卡通图啦，吼，伫门口有一句话，吼，伊叫用花纹念起来，吼，是我们蜿蜒向前而去的，不是死亡，而是此生。这句话毋是啥物名言，这句话是我家己写的，是我做安宁照顾陪伴遮尔侪家庭，我的一个心内感受，吼，就是人生是安尼。踅来踅去的，吼，嘛无一定会有倒一个目标，一定会去。虽然咱总有一死，但是重点毋是迄个离开，重点是进行，这是咱每一个日子，吼，每一个当下拢是上重要的。我前几工去师大的演讲的时阵，吼，美清老师伊就帮我甲即句话吼翻译做台文，我感觉有够水的，所以嘛念互大家吼。即句话嘛是上后要送互大家，吼，就是咱当阮世界吼，所要行去的，毋是死亡，是咱的即世人。希望咱拢有法度吼，毋免咱了解遮个代志了后，咱毋免欣赏别人，咱嘛毋免挖靠别人，咱家己拢会当伫安尼的照顾的环境甲社会，咱拢会当到上后一天拢活了上家己。即个祝福送互今仔日伫遮陪我2点钟的大家，多谢恁。